今日睇兩位歌手蘇英同周深，一位係 K-pop 聲樂皇后，一位係 C-pop 國寶級天籟，但佢哋嘅 vocal ability 係完全唔同，一位靠力量，一位靠流動。今日我會用我嘅系統拳刀鋒嚟拆解佢哋嘅全能力。先睇音域，蘇英嘅音域橫跨 E3 到 A6， 超過3個8度；周深嘅音域橫跨 C3 到 D6， 超過3個8度。兩個都係極寬音域。而家再睇聲音定位，蘇英係 full lyrics soprano， 佢嘅 supported building 可以去到5個8度。E5 同 B5 可以持續輸出，即使進入 C6 依然保持良好共鳴同控制。周深依靠嘅 tenor 唱法如聞名，聲音色接近女聲，但係唱法偏向輕盈、空靈、滲透。能力組合呢個就係我嘅拳刀鋒系統。蘇英係拳型，刀同鋒富，佢嘅拳令佢嘅高音有極強壓迫感。佢嘅刀令高音更加銳利。佢嘅鋒令情感更加流動。蘇英嘅核心始終都係拳，佢嘅呼吸控制極佳，可以維持長落句而唔失去力量。佢響大部分聲區都可以保持穩定共鳴，即使去到極高音，依然保持優秀動態控制。周深係鋒型，佢嘅刀係富，佢嘅鋒令聲音輕盈。佢嘅刀令高音更加精準。拳偶爾爆發，但係唔係核心。周深嘅核心始終都係鋒，佢嘅聲音經常被形容係空靈，猶如天使。Bel Canto 訓練令佢嘅呼吸控制同情感輸出更加細膩。佢善於利用細微動態變化、滑音同假聲控制去傳達情緒。兩位歌手完全唔同嘅能力樹。蘇英靠拳、力量、壓迫感、來歷；周深靠鋒、流動、空靈、滲透。如果講極致輸出，蘇英係世界頂級；如果講聲音流動感，周深係另一種極致。你覺得邊個能力組合更加吸引你？可以留言支持周深或者蘇英。